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汽车，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去年咱们说今年这个新能源汽车会有一些头部的主机厂要爆雷。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一些数据和这个表现来看，这个恐怕爆雷确实在路上，这个雷声已经越来越近。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家说要爆雷，我们只能说确实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压力是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不妙。大家还记得吧？这个2个月以前这个在工信部很多主管部门的这个指导下，这些主机厂商对吧，对供应链对上下游这个要给个60天的战期，对吧？以前那个战期有180天的，有1年的。这个主机厂商靠压榨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战期，对吧？来为自己这种内卷发展来做服务。那正好现在2个月过去了，这个车企承诺60天支付账期兑现情况曝光。我记得当时各大车企都出来说，坚决支持、坚决响应这个工信部的这个要求，也就是60天账期那正好现在60天过去了央视的新闻1+1他对这个做了一个采访。我们看看这个新浪科技他今天转的这个 IT 之家的一个报道这些新闻咱们都要标明出处免得说是咱们唱空或者是造谣。这个新浪科技他转发的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年6月10日到11日，17家国内车企公开承诺供应商支付账期不超60天。8月11日，距离公开承诺正好过去了60天，车企兑现情况如何？已经兑现的车企是如何实现承诺的？还未兑现的车企正在推进哪些工作？昨日晚间，也就是说8月10号晚上，央视的新闻1+1连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舒海东，带来分析解读。这个央视新闻1+1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搜这一期的节目去看，咱这里就插这个视频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对于车企整体的兑现情况，徐海东透露他说目前主要的央企像一汽、东风、长安，主要的国企比如广汽、上汽、北汽，还有民营企业像吉利、长城，以及新势力企业像赛力斯、理想、小鹏，说这些企业都在积极响应。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反正还没有做到60天这个战期只是说积极响应，也就是口号喊得很响，对吧？坚决要是这样那样，但是总之还没做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专门做了一些相关的统计，说应该说这些大的汽车企业，主要的汽车企业都已经在行动在行动什么意思？就是照这个目标努力也是还没达到，达到了他一定会说达到了所以说还在努力过程中。在调整账期的过程中，车企的资金需要去筹备相关的流程，包括验收、上线付款，还有相关的供销合同都需要调整。来言下之意就是60天账期这个事情大家都在努力之中，目前还是仅限于口号大量的企业首先在新的订单上面一定要实现60天付款，有一些老的订单会逐渐去解决，这也可以理解。那就新的订单对吧？新的供应商那现在要求是从60天开始，这是老的呢，那想办法慢慢解决。徐海东在谈到如何避免隐形账期时表示，汽车作为消费品销售给消费者才能有价值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车企收到零部件之后牵涉到验收、装机等一系列过程，车企应该通过合同来进行相应的约定，同时相关流程能够在开始的约定中非常清楚和透明，让供应商能够清楚在公开透明、清晰以及合同约束下，保证60天的付款周期内完成，对整个供应链提供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8月11日下午，工信部相关部门释放了对一汽集团、广汽集团和赛力斯集团3家车企执行承诺的调研信息也就是工信部派人到这3家企业去调研去了，说中国一汽组建跨部门专项工作组，形成从流程到监督的闭环管理，推动政策由行政要求转变为长效期。在落实账期承诺中，中国一汽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专项支持，2025年6月起，对经认定的中小企业供应商全部执行100%现金支付，改变此前现金加银行承兑汇票的混合支付模式。目前，中国一汽已完成首批2000余家中小企业资质审核，建立起动态管理名单，通过每月更新企业经营状况，实现支持政策的精准。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一汽他已经把这个中小企业这个名单资质审核完了，以后你只要这个名单里面的对你都是现金支付60天账期。那也
也就不会存在大家说的啊，给你一张承兑汇票，然后你这承兑汇票是3个月以后或者6个月以后的，不会的啊，给你付的都是现金。然后广汽集团啊，60天内支付供应商货款，作为铁律监视，同步构建其覆盖订单下发、验收入库、对账结算、货款支付全流程管控体，也就是不会在这环节里面再去卡你，这叫隐形战旗啊。在支付方式上，广汽集团坚持现金为主，用真金白银为供应商减负，成为双方长期信任的基石。总之啊，大家要相信，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都有形形色色的手段去解决。比如说啊，这个给供应商结算是1万块钱，那行，给你现金那就是1万，但是如果你要承兑汇票呢，那就给你10500。这个时候啊，有的厂家对吧，有的供应商开始为了500块钱，他就选择承兑汇票。总之啊，是有办法。你看啊，尽管从2023年起引入了由广汽集团贴息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方式，不过截至目前，通过该方式结算的占比仅为5%左右，也就是你看有这个主机厂商啊贴息。赛力斯在履行按时支付款项责任的基础上，依托首创的厂中厂模式，进一步保障战期执行落实。所谓的厂中厂模式是将合作伙伴的产线聚集到赛力斯超级工厂中，这种嵌入式布局让零部件从生产到装配的距离缩短至数百米。该模式减少了中间流程，降低了运输费用，在缩短结算周期的同时，也减少了供应商的库存，有效促进产业链上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赛力斯在坚守60天战期底线的同时，建立了灵活的应急机制。近期个别零部件供应商资金短缺，提出提前结算申请，赛力斯就提前支付了货款。在支付方式上，赛力斯一直采用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转账2种支付方式。这个徐海东啊表示啊，已有3家企业实现60天内支付。那反过来说啊，那就说明剩下的呢还有10几家根本就没有做到，还在路上，还在努力的这个履行他的承诺。只有3家做到了，一汽、广汽、赛力斯，对吧？其他的主机厂商什么小米啊、比亚迪啊，对吧？或者华为啊，这些都在努力之中啊。咱们在以前节目说了啊，这个60天战期啊，确实是压垮新能源汽车行业，或者不能说叫压垮，就是给它这制造了更大的这个现金的压力、现金流的压力，是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是不是类似于对吧？这个2018年还是2017年搞的这个房地产房企啊3条红线，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啊，当主管部门工信部啊要求啊这个主机厂商要实现60天战期，这些主机厂商啊都连夜纷纷啊硬着头皮答应，坚决响应。那2个月过去了啊，只有3家做到了，剩下的还在努力，就说明这个事情很难，不是那么一句话的事。你要把那老的那个应收账款现在给人付出，他那个现金就短一块，他就到处找钱，相当于主机厂商啊跟供应商、跟下游的经销商借了，现在要你主管部门这个政策一出，相当于这些厂商要先给人家把这钱还了。那你说这些主机厂商从哪儿找钱还？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车卖快了，对吧？以前1个月卖1万台，现在我卖2万台，是不是钱就多了？钱多了我就有钱去还。但事实上呢，恐怕也要失望了。这个2025年8月8号，乘联会发布2025年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报告，也就是7月份啊，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82.6万辆，同比增长6.3%，这个数还可以吧，对吧？卖了将近183万辆啊，7月份，然后呢，比去年增长了6.3%，但是啊，环比下降12.4%，就是比6月下降了12.4%，是不是这个国内汽车这个增长见顶了？比6月卖的少，你还要想到一下什么各种补贴呀，国补。7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了114.7万辆，记住了啊，它生产是将近115万辆，同比增长22%，环比下降3.3%。7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是98.7万辆，你就把它当作是99万辆，同比增长12%，环比下降11.2%。新能源汽车啊，7月份比6月份销量下降11.2%。7月纯电动批发销量73.6万辆，同比增长44.8%，环比下降4.5%。插混销量啊，7月份是33.6万辆，同比增长3.3%，环比下降2.4%。7月增程式批发10.9万辆，同比下降6.2%，环比下降13.7%。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们啊，这个7月无论是乘用车还是新能源汽车，这个高歌猛进啊，快速增长，在7月份入到了顶点，开始下滑，拐点已经出现，增长乏力。刚才说了啊，你看这是不是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就是一边啊，主管部门要求你们主机厂商，你给上游的这个供应商，你给下游的经销商，你要早点给人家结款，不要占人家的资金，对吧？占期要60天，那相当于就给他们抽血。这个时候又遇到卖车已经不行，在下降，是不是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对吧？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你本来这跟房地产是一模一样，跟房企啊，房企这边房子卖不掉，那边债务到期，对吧？什么境外债、境内的债券啊，境内的银行的钱都到期了，他要拿钱还，本来是靠去化房子的吧，房子卖掉钱回来还，结果房子卖不，他就只能爆雷啊，跟车企是一样，什么时候爆我也不知道。总之啊，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对吧？算大账，你说谁先爆咱也不知道。总之啊，主机厂商日子不好过。那有人就说了，那未来是不是好一点呢？8月份、9月份是不是好一点？这个好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卖给谁了？咱们都知道0公里二手车，对吧？那只是一个方向，很多新能源汽车都卖到这个网约车市场，这个大家的就是有很多这个租赁公司啊，他们跟那些乘用车这个主机厂都有关系，说不定都是他们控股。这些主机厂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对吧？一出厂就卖到这个租赁公司，这租赁公司呢，把这个车干什么呢？就租给那些开网约车的，这不就是个生态链吗？这个租赁公司不仅啊跟主机厂也有关系，它跟这个轿车平台还有关系，他们恐怕都是合资的。你看是不是一个链条就形成了？主机厂玩命的生产汽车，对吧？然后整个1万辆或者2万辆或多少万辆就卖给这个租赁公司啊，租赁公司反正他们跟平台他们都是合资的，然后这个租赁公司把这车跟平台合作租给这个开网约车的，对吧？开网约车的就在这平台上开这个车，给平台打工，给主机厂商打工，给租赁公司打工，这不就这么个模式？好，现在这个问题啊出来了。我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报道，说的是天津的网约车，说天津网约车行业已经难成什么样了啊？网约车行业难，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从前年就开始，很多地方就开始预警了。预警什么意思？就是咱们这网约车太多了啊，是吧？然后就让你们不要老琢磨着来开网约车了，而且后来干脆，对吧？很多地方就不给你营运证了，你想申请营运证没有了，就是网约车饱和。那天津的网约车饱和到什么程度呢？说近40%的车辆停在停车场落灰。这个停车场是什么意思啊？40%的车辆停在停车场落灰，跑的车中有45%的司机日均订单不足10单，就是现在还在运营的这个网约车啊，有一半的司机啊，一天平均到不了10单，有的司机早上6点出门，到晚上8点才接了8单，对吧？这电费都不一定能赚得回啊。40%的车辆停在停车场，什么意思？那肯定是租赁公司的车啊，对吧？就是没有开网约车的去租了，因为赚不到钱，对吧？有的很多网约车是自己买的，那他没办法，硬着头皮让他开呀，他不能歇着你那个贷款买的车你都还不，所以他还不能歇啊。那租的网约车就无所谓了，对吧？我到期我这个月租完我不租了，赚不到钱了，一天只能跑10单，10单顶多200-300块钱，你要把那其他的费用根本就不赚钱啊。关键你连租金，对吧？你租的车啊，你要付租金的，1个月4000块、5000块，租金一去，把电费一去，你要赔钱，那这就会导致个什么现象呢？对吧？过去的那一套玩不下去了，也就是主机厂商，你车一出来就往租赁公司放，对吧？租赁公司去找人来开网约车，现在这套不行，没人开了，因为不赚钱，对吧？本来网约车啊开个3年5年的，它不就报废嘛？然后新的车又来了，只要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啊，所以这个都成为这个主机厂商的销量的一个贡献。但是现在玩不下去，就是因为网约车市场饱和了啊，开始萎缩，做网约车的人也少了。这里面有个数据啊，叫格隆会，它一个调研呢，一个研究报告，叫2020年至今中国网约车司机数量和日均接单量变化趋势。2024年10月，中国网约车司机数量从2020年末的280万人增长到748万人，增长了160%，年均增长27%。你看啊，就是4年时间呢，就增长了500多万啊，将近500万，这什么概念？网约车司机啊，那你网约车司机增长了，对应的这个网约车增长，这就大家好理解了吧？网约车增长了，对应了这个各个主机厂商这个车的销量增也好理解吧？那现在这个趋势结束了，现在是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末的23单暴跌至10单啊！现在网约车司机将近800万。刚才看了啊，以天津为例，对吧？大量的网约车在停车场在那吃灰，你一天跑10单，谁去跑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你这个以往啊，这个新能源汽车一出来就去开网约车，这个路走不通了。所以过去啊，主打网约车市场的这些主机厂商，恐怕这个雷声啊更近啊，一边内卷，对吧？价格在下跌，利润在下降，一边是要抽血，对吧？你给供应商钱，你跟人家先付上，一边是卖不掉。房地产开发商暴雷，主要原因不就是房子卖不掉吗？对吧？什么原因卖不掉咱不说了，反正卖的贵，对吧？或者是其他原因，总之你卖不掉房子导致暴雷，连万科都不，你房子卖不动，再好你也得暴雷，对吧？他靠深圳地铁给他借钱，我看能借到什么时候？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你这说的还是不对
下，对吧？你比如小米人家对吧？人家这个什么苏七、豫七，人家可不是网约车啊。第一个，虽然小米啊，它跟网约车关系不大，但是人家网约车这边市场饱和了，人家也会向对吧家用的车这儿转移啊，也就是内卷会加剧，大家会抢这块单，对吧？以往在网约车这块还有的搞，所以人家在这家用这块卷的就不是那么厉害，也卷。但现在你看网约车这边没得搞了，它这家用这块那就更加卷，包括越野车、SUV， 对吧？那就卷得更厉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SUV 和这个家用这一块，其实日子也不好过啊，对吧？小米自从推出的这个叫预期吧，也是一波互联网营销，是吧？好像1个小时就卖了多少台，反正24小时卖了几十万台吧。现在啊，大家看新闻全是负面的，也不能说全是啊，很多负面的。比如说啊，他这个人家交了这个2000块钱预定的，这个都在闲鱼上面转让了吧，不加钱，或者加的钱非常少。假如说我是真的买预期的话，我现在已经订单的排到1年以后了，让我就等着啊。但是我现在在闲鱼上面或者在其他的还有那个二手车市场啊，人家你就加2000或者稍微加一点钱，你就能买到下个月提车的或者下个月提车的。哎，你说谁会等1年以后啊？所以说那1年以后那订单是不是对吧？要打个问号，是不是真人对吧？是不是真的要买的？这个国际财委会报道啊，说小米港股一度跌超5%，野村证券将评级下调至中性，也就是啊，这个国际这个机构啊开始给小米泼凉水了。8月7号，小米集团啊外盘一度跌超5%，股价创近2个月新低。截至发稿，小米集团跌4.35%，报51.65港元。消息面上，据新浪科技报道，小米汽车被曝要求用户提前支付尾款，否则暂停生产，官方不予置评。野村发布研报称，基于什么估值上调小米集团目标价79%至61港元，但由于其隐含上涨空间较小，将其评级由买入下调至中性。野村预计未来几季度啊，集团将面临一些阻力，包括智能手机出货量低于市场预期，物联网销售基数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处于高位，以及电动车业务虽保持强劲，但市场预期较高。也就是说啊，这个小米汽车虽然这个业务还可以保持强劲，但是低于大家对它的让这个资本、让消费者、让米粉失望。这个小米汽车为什么突然要求用户提前支付尾款？这个因为我没去研究，我也没去仔细去看。但是按理来说，对吧？我交了定金，你到哪一步我就交什么钱就完了，你没有提前这一说。那提前的话，要么就说明小米缺钱，对吧？人家先拿着你的钱去采购零件去，毕竟那天那个主管部门要求60天的账期，这一种可能啊，就是他缺钱。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要甄别，对吧？真假订单，把你那些假订单赶紧赶走，对吧？那玩意儿是营销用的，不能真生产。万一生产出来你不要了，对吧？你就交了2000块钱还是1000块钱大定啊？你不交钱，到时候你不要了，对吧？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新能源汽车贬值很快啊，对吧？这个车28万，3个月以后可能就是26万了。关键是看在二手市场表现。这个苏七吧，苏七好像是你预定的和二手市场是有差价的啊，二手市场贵，所以大家玩命的等着，对吧？不行，我拿到手卖到二手市场，我还能赚点钱。但是现在已经这么玩法不行了，二手市场比新车贵，倒挂，一旦不倒挂了，那谁会跑那去排队呢？对吧？我拿到手它就贬值，那我宁愿这1000、2000的定金我不要了。所以啊，我分析啊，小米汽车它要求用户提前支付尾款，恐怕更大的概率是它在二手市场这个价格维持不了了，二手市场没办法比新车贵。这个就跟那个杭州炒房是一样的。为什么杭州有一段时间炒房那么大家无脑去买？那就是因为它人为的把新房价格不算高，它二手房价格高，对吧？它这个地方新房价格只有6万，二手房是8万，那你说你有资格买，你能不买，对吧？我买了这个持有2年之后，这边我就8万可以卖啊，这中间差价这是送给我的。所以这个杭州的这个一手房也火爆，二手房也火爆，关键是土地市场更火爆，地就能卖得出。但是这种东西能长久吗？长久不了，因为你二手房那个价格那是市场价，对吧？那个是根据购买力，根据那个韭菜的能力了，韭菜收入在下降，对吧？码农失业，码农工资也在下降，二手房撑不住，它和一手房的这种差价就没了。那你再买一手房的人，你就得考虑，这不就跟那个小米汽车是一个道理？哪有那么多人那么热，居然对吧？还去加价买小米汽车，那得火成什么样？所以这一套啊玩不下去了，对吧？要不然野村证券也不会给它下调评级。根据这个乘联会啊公布的这些数据啊，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比亚迪国内汽车销量啊同比环比都是在下降，也就是它形势更严峻了。这个比亚迪它因为它是头部啊，所以它压力更大。为什么呢？这就和长跑运动员一样，他一直在领跑后面好几个人追随。你比如说吉利，比
比如什么，对吧？你哪一款车火，我马上就跟你搞一样的，我价格更便宜，对吧？无非就是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还有车规级餐巾纸盒，对吧？我也会啊，对吧？你整啥我也整啥，我还比你整的便宜，我对标的就是你，对吧？这样对比亚迪压力。咱们啊不是专业的车评，咱们只是通过这个60天占期这个事情，对吧？各个车企完成情况，再根据7月份这个销量啊见底拐点，对吧？再根据网约车现在什么个市场行情，是不是像极了房地产暴雷之前的样子？房地产暴雷之前的样子不就是房子卖不动吗？然后银行抽贷嘛，3条红。总之啊，这个祝福吧，希望这些车企啊到时候爆起来，不要像房企那样血呼呲啦的，对吧？另外啊，毕竟有很多车企在海外在建厂，把这个产能要转移到海外，在海外还要搏一下，这个跟房地产还不太一样。你房地产你不能把你房子搬到海外去，所以说这些啊新能源车企虽然面临着暴雷，但是呢一方面啊也还有一些机会，那就看它在海外能不能折腾点名堂出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